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5月24日8日的客家新新闻，我是陈彦祖。当日的早晨9点半，客家新新闻都会伫明路巷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相关消息。最近边呢有关疫情的重要消息係乜嘢呢？加上呢鄉親朋友啲籌備呢有關天絲法嘅可能呢，就會注意到所有嘅天絲團呢都經放鬆，就會引呢美國副總陳時中去到肯定太極嘅片嘅方面。跟陳時中去到肯定太極為做乜嘢呢？前主要呢佢就係為來宣導防疫新生活嘅運動，佢呢係為同大家講呢一下呢啲關於旅遊呢係動安全呢，希望呢民眾盡量放心注意留了。做好自己防疫措施，就做啲呢強鬆嘅來享受生活咧。而家呢就來看一下籌備呢一啲城市中其實都肯定太極係樣嘅情形。我們沒時間看啦。對家新聞方面動作呢，這裡看到呢，籌備呢差不多係按半夜8點半的時間，一啲城市中去到肯定太極嘅時間呢，就動到嘅一度頭家去到幾片呢來歡迎佢，幾貴呢講到佢肯定太極都係人多人用哦，還有人呢係進行一啲普種加油，就因為講佢啲防疫一部分呢真經動辛苦，你來保護嘅人數要按到台灣民眾安全哦。而這裡看到呢籌備呢一啲城市中佢同所有嘅一啲防疫5天。所有嘅防疫人員佢哋喺做定動腦嘅寫字，一啲動法嘅寫字哦，為來配合肯定太極氣氛，每規律嘅同大家進行講，呼籲呢大家呢做好防疫，做咗呢來配合一啲防疫新生嘅運動，做咗好好出去留了嘅。韓國呢也嘅城市中啊，籌備去到肯定太極嘅時節，就有人送佢一雙安尼劇嘅，佢當個呢就下點穩穩呢，再高加人，希望呢台灣呢疫情呢就會繼續維持無確診哦。韓國呢亞拜呢，其實呢亞拜城市中去到肯定呢，主要有2年嘅時間，佢哋係啲籌備差唔多2點半出發呢去到南浦嘅片，一開始呢，佢係先去到東港嘅片，是壞線，未係呢為來了解傳染壓榨嘅片呢防疫措施。都會見啲早晨嘅時間呢，佢會去到一啲鵝蘭皮嘅片呢重招中心，韓國呢都會下晝1點嘅時間，就會司機去到福華飯店都方區，當日為來舉行嘅一啲指揮中心嘅記者會，佢第一擺出嚟去看重招中心，韓國前主要就係講，我哋看飯店名、傳染名，韓國有旅行名，希望你下來呢來帶通關於相關產業發展。而家你講到一啲產業發展，就係講其實呢，認真講一下台灣疫情期間參嘅有卡翻哦。故從呢就聯合報嘅報道就係講，下來呢啲帶通關於旅遊也部分呢，從係離島補助為再個增加。然後呢又從遊樂園因為唔事前開放本民眾去搞。然後呢交通部咪針對嘅從係團體嘅旅遊、自由行業部分都會來提供補助。因為看到呢，其實一下呢，嘅政府嘅相關嘅補助措施係乜嘅呢？前主要呢就係講，從係團體旅遊嘅部分，當3年1年有700元按用嘅補助，嘅一團呢千度會補助3萬元。然後呢，韓國有從自由行嘅部分，一啲自由行嘅補助，主要都會從去年一啲秋冬旅遊嘅部分，所以講當3年千度呢會來郵費補助100。假使呢，佢係檢房嘅話，一件檢房會補助1000元。唔過呢，假使唔要去離島，嘅離島呢會使個增加100，會嘅補助嘅次數呢會有200，總共呢會補助200哦。希望呢大部分按呢措施呢，希望大家呢盡量出去留了，盡量去飯店來同一條所有嘅飯店業者強下捱過難關哦。如果你能夠從係遊樂園嘅部分，一下呢未有政府呢未同一個
游乐园业者有讲好，就讲呢，假使呢自由行的旅客，给无本年龄那种无论讲呢几多岁，给大3年都做的呢免费50钱去入园100，给亚呢规女差不多有24件呢，也给游乐园啊、观光游乐园都有配合安尼措施，给民众呢假使下来有上爱规划他人利用礼拜6日出去留了，都做的呢来注意相关的消息。然后呢，韩国有从台湾的观光巴士一部分将系自由行旅客，咪系讲假使呢唔系2-3年穷下去嘅，就有1-3年50钱，希望呢大家呢多多来坐一个台湾的观光巴士，台湾的台中交通工具，也就系有关嘅振兴补助的部分。因下来呢，看睇的振兴韩国有筹备呢一个城市中许多肯定的部分，韩系我来关心讲，台湾筹备一起很用的发展。最讲呢，台湾筹备韩系维持目可证，韩国有自费总是没宣布的。最讲民众一下呢做了自家出钱来做相关的企业，下来就来看新闻报道。關於拜六嗰係冷確診嘅好消息，關於呢下確診便宜，維持的18-41地。指揮中心宣布，因為關於疫情有問題控制，考量民眾權益，และ關於檢驗嘅2年，為慢慢嘅變看民眾要緊急清醒，工作也係出國圖書嚟到4Q，做得起執行人數，自家出錢檢驗，拿到檢驗證明文件。我们规定的大概都是大项啦。那如果说国人有一些其他的状况的话，那可以跟这个外交部这边联系之后，那请他这个开相关的这个就是证明的话，那就可以到我们有18家的这个自费医院来做裁剪。因為疫情要下放掉咧，封住攤出的下晝去偏東，示範獨發封住理由，坐高鐵攀客源，一路去偏東。安部繞回的東港實盤，還冇去肯定街道也是。指揮官陳時中講，行長從台中運輸供期，去小食店到菜地嘅店麼，安部繞回帶的盤店，本大家地關於理由係安全嘅。如果要站得很緊啊，會造成擁擠，那我覺得就要慎重。那總是有正常的座位，戴着口罩，那我相信都是非常安全的。陳時中講，雖然維持下個距離，唔可調整，唔反對高鐵自由錯。拜日指揮中心離行記者會，咪被挑一擺離開台北，就肯定離行。記者來數面先，依家陳成龍綜合報道。跟有關自家出錢來做企業的部分，來看到一個蘋果日報記帶來嘅報道，最講呢自家出錢呢企業呢啲。緊逼其實，指揮中心就宣布就開始並用誒。假使呢唔係愛去國外，假使唔愛去工作啊，韓國有愛去國外讀書嘅民眾，嘅有嘅國家可能呢會要求唔愛提供相關嘅空間證明，或證明講係無設備到武漢肺炎嘅。故所呢，總共呢有6大族群嘅人做得來用一個自家出錢企業嘅措施。先前呢，其實呢企業嘅主要呢係針對貴人，然後呢。限制貴市的部分未來起社會，因為看到呢，一下呢做嚟做企業呢有乃6大族群咯。前主要呢有一個為居家檢疫，也係隔離嘅人。假使呢唔係二等情侶呢，有人係認真按呢個性呢為緊急來出去，唔係為離開隔離嘅所在時節，唔做咗的呢自家出錢來做檢疫，來做隔離。韓國來做企業來證明呢空間係冇問題嘅。然後呢，韓國有像假使啊，唔係認真工作原因來出國，韓國呢認真來去國外讀書，也部分呢假使呢相關單位有用來提供空間證明嘅時節，唔就做得呢自家出錢來做檢查。按呢檢查嘅費用差唔多呢係5000元到7000元按用。假使有按呢空間證明，佢希望呢本民眾假使來出國，也係來去。做細時節就卡封片，也係有關企業嘅新嘅措施。下來呢，這個我來看到就係講，家下呢從大家呢講到嘅關於一下呢啲觀光啊旅遊一部分，已經開始來進行了。故種呢，仲係有當地嘅縣市政府，未已經開始呢，我來開放公共場所嘅。你看到呢，也嚟係自由時報記帶來消息，其鴉片呢係針對台北地區，講台北市呢一下呢來並用嘅用流人數，就係講呢。
一个幅度做定呢容纳的人数，快是呢未来并用的。对于天工业其实呢会分做2阶段来解放部分的场馆。给一下呢解放呢其实呢还是有条限制哦。所以讲呢一下呢将喺台北市的前置馆，一下虽然讲解放的，不过呢做定一批的人数呢係比先前来讲係減少一半。就講假使先前呢嘅舊嘅場館都方，做嚟容納5300人，一下搶做嚟容納2530人按多。然後呢，韓國有將幅度嘅場館嘅一個容量人數，主要呢係維持啲130人以下。希望呢大家呢唔是按減，按呢大家呢未卡做定呢來保持社交安全距離。然後呢，韓國有將公園場館鴉片還係愛維持單一嘅出入口，另外將係前山公園呢共共嘅幼童鴉片人數呢未會減少一半。你看到呢，也特別是呢，之前呢有動到跳出都基建來針對家條館呢一條場館，愛來並用嘅，愛來解除限制嘅，將係一個。民政局呢，加到清楚要呢，再講一條起面呢發動中心，也呢假使呢，為用4名字，韓國呢大家無強下示範，嘅幅度呢，主做的維持53人以下空間。然後呢，從同客家卡有關係呢，從一個台北市客家圖書養影中心，每塊是呢會開放本人去用去看書看影片呢，希望呢本大家呢一個成分呢做對卡里片地位，也係有關並用的部分。然後呢，也其實也建議呢，沒有動到民眾哦，尤其係明路後有動到民眾就見討論。所以講呢，從先前台鐵講vid到嘅防疫，嗰種呢就講台鐵嘅大堂都不准本人來坐。係講唔講呢啲先前台鐵嘅片價就有自家來宣佈嘅，亦係不准人坐嘅措施會用永久來做下去。唔講呢，其實呢，大家呢，假使有去到台鐵，可能就會提供台鐵呢係動到嘅人嘅義工。其他呢接送嗰啲禮拜2日去到幾片試飛啊，去幾片示範，佢對台鐵嘅特別差啲，對家條來講，你睇堂呢係家條發通一類動創有所在，而你假使台鐵橋不准家條去到幾片去坐啲幾片發通，可能你會對家條成法還係會造成動態影響，就有人嚟講也係減輕義工措施，撒來而來看人嘅新聞報道。台北茶頭太堂有人喺天南巷蒲野村跳嘅野村，每有人去到五客家嘅天南巷跳舞。今日當主台北茶頭太堂，其中300人有名有發起操練台北茶頭，為到抗議台鐵局先前研究同以前確定時間規劃，用叫禁止民眾台北茶頭太堂坐下來其中一條發通，是看到台鐵政務人員卡定先頭牌同人群當中行來行去，提醒民眾保持社交距離。這本來就是大家的空間，本來就是開放的空間，變相是在歧視什麼？是歧視這些沒有能力到樓上消費200塊、300塊套餐的人。天南太陽看板強調台北茶頭嘅公眾空間，發動參加人爭議，台鐵限制其中坐下來，要減輕平常時其中嘅茶頭義工，若是出拳而付。現場沒有義工講，一整日漲2年，台北茶頭嘅銷售起得蔬菜，當時茶頭太堂過後唔開放。我有聽到了，不可以玩在這裡，不可以休息在這裡，我也知道。那你會擔心嗎？我有擔心了。哪裡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一個位就到在這裡就好了。現場沒有慎重者坐定鐵路留意來支持，強調室內公共空間不應該全部用盤雙壓空間。如果沒有茶頭人行認為，因餐人坐得久唔該。對所有人開放的空間，才會是對弱勢者最好的社會支持網。不要這樣做着，因為就有礙觀瞻吧，尤其是這台北車站，然後就是首都的車站。會盡快來邀集各相關單位來做討論。台鐵強調也仍然防疫，太堂簽田始終坐下來，強調台北茶頭喺交通重要素材，考慮到風景下，茶頭太堂應用係重要公眾議題，我觀察整理各嘅意見，通盤考慮過後提出方案，記者綜合報道。對啲籌備時期，當然有動到民眾，還跟你尤其係有動到朋友。今日呢係啲明路巷前面動到人呢，自動自發去到台北茶頭嘅太堂嘅天內巷，就按呢條條啊坐啲幾片，就希望呢話用按呢行通呢，希望呢政府尤其係台鐵橋鴉片呢，我來從事所有民眾啲一個台北茶頭太堂發通嘅權利哦，尤其呢係希望呢家條呢愛尊重義工家條嘅生活方式，希望呢按用措施唔好按呢堅持愛堅做定下去。然後呢其他一類並用嘅措施呢就講到誒，其實今年所疫情嘅影響將係一個
正南强的马一坡的金融储存的发通未来起效的，也呢以前有卡方呢，给相关的金融发通由来继续来攀模。故上呢，其实呢，也今年没有动到的苗红的鸦片呢，就开始来讨论呢，有动到。给强苗夹条经理讲，假使呢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也给攀苗费应该是做的。不过呢，从一个提价正能强，其今年的一个买破储存的发通会继续来攀模。夹条表示讲，一下呢其实呢是忙有按呢相关嘅天哦。前主要呢就讲，认真一下呢，国内疫情还忙真正的结束，就讲讲一个按多年其中向下，很轻呢会违反一个政府的相关的防疫措施，尤其呢是亚下呢一个提价正南强加动这种年轻票，先前呢因政府管的措施亚限的休息当中，故说呢亚下按太险的发通，亚下呢很强势无考虑外判，不过呢从喺啲人呢苗栗同社会亚嘅用田强，而当年呢一个拍摄。在嘅买一鋪金融储存發通呢，其實呢當然呢都上嘅同多人嚟參加哦。人哋苗房呢，一下就同啲考慮嘅。就因為講，一下呢相關發通可能呢會繼續來判，起碼呢會啲扣留7年嘅時間，增加來判相關嘅發通。而因為講啊，從一個大家買一鋪啊儲存嘅發通，對一下呢啲疫情當中，可能呢會時時都有同多研究同緊張，按呢儲存發通其實做的呢。外來年輕對大家呢，韓國有對社會呢，其實呢都有正面的幫助。故說呢，一個苗房係幾天講，假使呢一下台灣疫情已經漸漸的控制下來，疫情有卡翻呢，而大家呢假使做好自己防疫措施，有做得維持社交安全距離，可能呢還係未來繼續判相關的發通。以上呢就按近邊同大家整理相關疫情的重點，近邊呢都會下晝1點半的時間。相同朋友繼續來收聽，同大家帶來嘅指揮中心清醒的直播。客家新新聞，客家 Live，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。我係陳彥祖，我係邱麗婷。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。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，隨時同樣路風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。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、網站、Facebook 和 Telegram，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。